感恩魔法一百挑戰第27日。我嘅目標係要食嘢、瞓覺同媽咪一齊玩。今日我好感恩就可以放屁，可以，我時時可以食嘢，可以嘔，冇即刻嘔，冇事啊嘛。可以同埋你玩。今日我嘅目標係要觀察同埋享受。我好感恩，我好早起身，我好活潑，我好青春，我好精神，我好有活力，我好 Q，好自信，我好有型，我好威水，有啲心虛。好感謝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謝我朋友陪我四圍玩，好感謝我嘅爸爸媽媽都健康，好感謝我老公好錫我，好感謝我嘅仔嘅學校邀請我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生活得越嚟越開心。如果中意嘅，拜拜。拜拜。